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後呢座別墅啦，係全新裝修一個單邊位嚟嘅，有埋電梯，地上2層，地下咧係做咗1層嘅。下邊個空間好闊落，整間別墅咧可以用到嘅面積咧大概係2800尺度。咁我哋望去正前方嘅位置啦，係可以泊喺路邊嘅啲車啊。當然我哋呢個別墅區咧仲有地下車庫嘅，到時泊喺車庫都 OK。係正宗大王一個單邊位嘅別墅嚟嘅，米黃色個外觀。咁呢種別墅嘅好處係咩咧？你無論過咗5年、10年，佢一樣咁樣嘅顏色嘅。日後打理咧，相對嚟講係比較方便嘅。咁日常嘅維護咧，清洗下就 OK 噶啦。咁我哋依家睇到呢個單位，第一佢係夠新，第二咧有電梯嘅。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係揾呢種類型，價錢又唔貴，係200萬出頭，大裝修有埋電梯，可以用到房間咧，係有6個房間俾到大家嘅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咧就係日常我哋講嘅前花園位置啦。咁我哋呢座別墅咧屬於單邊位，所以佢個花園咧有少少類似 U 字形嘅設計啦。我哋採光井其中一個，呢個位置又有採光井嘅。咁後期你可以喺我哋花園度種花啊，養下魚啊，或者遛貓遛狗啊，即係養翻啲寵物係 OK 嘅。咁我哋行過嚟咧就係我哋前院位置啦。後期咧就睇翻自己點樣安排啦。相對嚟講，前院個位置採光各方面咧會更加靚仔。望出去咧就係我哋啱先講嘅。路邊可以泊到我哋一啲私家車嚟嘅，喺我哋全院入嚟咧就係我哋日常講嘅餐客廳位置啦，佢係好靚仔。咁裝修風格咧，我哋目測咗下咧就係現代風格啦。呢種風格係我哋現時係比較流行嘅一個裝修風格嚟嘅，相信好多觀眾朋友仔都比較傾向呢種類型嘅裝修。呢個位置客廳，到時可以坐喺度啊，傾下偈，睇下大電視係 OK 嘅。大家可以望去，呢個電視足夠大噶啦，我相信。呢個係我哋日常好多朋友追求睇別墅要嗰啲咁嘅空間啦，天花吊頂空調全部有齊晒嘅。你真係買啲生活用品入嚟就可以居住一個別墅嚟嘅，係單邊位小別墅。咁呢個位置係我哋講嘅餐廳位，呢個位置大家可以望下，就係電梯啦，直接上去我哋2樓落埋負1樓嘅。包括我哋呢個位置，大家可以睇到全部係真材實料嘅石頭嚟嘅。咁啊裝咗咧非常之大氣。呢個位置就係一家人可以煮下飯仔，可以喺度煮下飯啊，各方面係 OK 嘅。上面吊櫃啊，全部做好晒。呢個廚房咧5、6個人一齊煮飯都 OK。右手邊個位置係有落地窗戶嘅，打開之後咧可以透風透氣啦，做埋咗防蚊網俾到大家。所以日後如果真係大家喺度居住嘅話，就唔使擔心，哇呢啲別墅區咧會唔會好多蚊啊或者其他咧？呢套別墅咧全部做好防蚊網俾到大家，都係雙層隔音玻璃。大家可以睇下天花吊頂係接近我哋比較現代。左手邊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啱先入嚟一個門口嚟嘅，密碼入嚟又得，指紋又得，隨料安排。呢座別墅1樓嘅情況大致係咁。我哋先上去2樓睇下啲房間。咁我哋呢座別墅咧，你可以坐電梯上去，亦可以步行上嚟都 OK 嘅。後期咧就睇翻自己興趣啦。整個別墅咧加埋咧就有6間房。如果屋企人口比較多嘅話，都足夠用噶啦。2樓主要係做咗2間房嘅，上嚟之後就係公區嘅洗手間同埋一個客房，或者作為一個小朋友房都 OK。我哋左手邊呢一間咧就屬於我哋主人房嘅頭間嚟嘅，裏面咧係有衣帽間，做埋咗一個陽台，後期可以淋花啊，仲有個步梯咧直接上去我哋呢座別墅嘅天台露台位置嘅。呢個係透間嘅設計，沖涼房同埋一個大床啦。呢度有落地大玻璃啦。因為我哋今日個光線足夠充足啊，咁我哋係冇打開燈嘅，相對嚟講呢種空間咧係非常之好用嘅。咁2樓個空間就做咗2間房，我哋依家落去呢座別墅負1層睇下下邊個空間，俾到大家作為嘅參考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呢座別墅負1樓位置啦，可以電梯落嚟，亦可以步梯落嚟，上去咧就係我哋1樓同埋2樓個位置。整個負1樓咧做咗4間房，隨你安排，空間咧特別闊落嘅。齋呢個負1層全部計埋咧都有成200個方噶啦。首先公區嘅洗手間，裏面有個雜物間，亦可以做客房。呢個位置又係1間房，其實每一間房都唔細嘅，大家可以欣賞下其中1間房，放得落去衣櫃，仲有個大床，預留咗做空調嘅位置。因為呢套單位裝修完大概半年度，入住咗幾次嘅啫，後期打售後衛生就 OK 啦，可以作為一個娛樂空間，唱歌睇戲、乒乓球室、桌球台、健身房隨你安排。呢個空間真係足夠闊嘅。呢個位置咧都係1間房嚟嘅，其實每間房佢個空間一啲都唔細嘅。
放咗2米幾個大床，仲有好多空間俾你放衣櫃啊，放埋日常一啲鏡櫃都 OK 嘅。呢啲位置咧，到時可以作為一個飲茶區都 OK。裏面仲有間房嘅，負一層咧，主要係做咗4間房，後期咧隨你安排嘅，大致上係咁。咁呢間別墅咧，我哋就簡單睇咗下啦。主要係地上2層，地下做咗1層嘅，做咗6間房，屬於一個單邊嘅花園，出邊可以泊車。咁下邊咧仲有地下停車場嘅，有需要嘅情況下咧都可以停喺地下車庫。咁呢個小區咧就喺我哋中山博愛路，四通八達嘅，基本上一腳油門你就可以去到中山好多區域噶啦，包括上佛山、落珠海、過深圳。喺呢個位置過去深圳咧，都係僅需要35到40分鐘就 OK 啦，非常之便利。就喺我哋深中通道連接博愛路呢個位置，四通八達嘅。如果有啲香港朋友仔喺我哋火炬都有啲巴士站可以直接去到深圳，包括返香港都 OK 嘅。如果需要坐直通巴嘅朋友咧，可以去我哋商場樓下。富悅城同埋星河樓下咧有啲大巴直接翻去嘅，咁喺我哋呢個位置咧，亦可以選擇坐船嘅，中山港新碼頭直接60分鐘翻到香港嘅。咁呢個位置嘅一啲商業咧，我哋後期喺呢個商業街買啲新鮮果蔬啊，食個早餐 OK 嘅。如果需要大型嘅商場咧，我哋去呢個位置前面少少叫太陽城嘅位置。如果有啲香港朋友仔經常翻火炬呢個位置居住或者度假過嚟玩下，都應該有了解過我哋太陽城呢個商場入邊有5層嘅，衣食住行全部滿足晒噶啦。咁呢座別墅大概個數據就咁啦。如果有邊啲我冇講到嘅，你又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，方便留言俾我。我哋喺中山、珠海、江門啲地方咧，有大大細細嘅別墅可以俾到你作為嘅參考。咁我哋每日拍片都唔容易嘅，方便咧俾翻個 like， 關注我哋。唔該晒大家，拜拜。